台语铁爸班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大队。听诶，无咧甲你操蛋，要来大吉大互你听。阮是谈一场完美恋爱。哦，来谈恋爱啦吼！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王队。王党诶，在遮久无来啊！好麻烦，王党的大党的来，周瑞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来咱第一组的队长来啊！嘿嘿嘿，阮李英宏来啊啦！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英宏啊。英宏啊，今日来创啥？要弹吉他，互恁听。要大吉。无，阮今日是有剧来的哦。嘿，阮来三团啊，什么剧嘞？谈一场完美恋爱。哦，大一场完美的恋爱啦。用弹个用弹出来。弹哦。嘿，啊，要安怎弹咧？嘛是爱介绍咱队员个知影。吼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咪丁。诶，丁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涂胜存。哦，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周phong豪。红河。是。诶，即摆吼，查某囡仔的红仔面拢生到足缘投。足水的啊！嘿，所以讲吼，叫查某囡仔来看阮的戏就对啊啦。有影。是啥哪名会好，甲早尔好听咧。对啊。看一场完美的恋爱。内底用弹，因为内底甲迄音乐小可关系。哦，啊，你嘛有演吗？我有演。你有演？我是演迄开酒吧。哦，开酒吧啦。嘿啦，酒店头家啦。酒店头。无酒店，无酒店。还是阮少年人，阮少年人。嘿，阮拍布。是，啊内面你有咧做音乐无？诶，无，我是负责欣赏的。欣赏。因为因伫内底拢是演歌手。当时要报哈。这哦，逐个礼拜一嘛，每一个礼拜一，即摆毋知第几集啦。暗时8点。暗时8点。好，那另外一边嘛是真厉害。咱这是，迄嘛毋是操弹下来啦。不是。嘿，王党的啦，大家拢捌王党的啊。恁是戏内底弹音乐，阮是戏外口嘛咧弹音乐。欢迎你哦啊！王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嘿，这嘛拢足够弹的呢。系啊，就是你啊，是对于你哦，是你哦。嘿，今仔日算带一寡中南部的乡亲游览者。游览嘛，拢王党的啊，拢王党的啦。吼，来介绍你去好不？你的朋友是？这是 Mr. 金 DJ Mr. 金。哦，真的啦。因无伊是叫金总处理的。哦，金高总，就金总的。听讲总到英国去毋是？啊，总到英国，对啊，龙总，我去英国比赛啦，龙总在总。哦，拢总对啦，是好，欢迎你哦，跟上来去。上来去，我是润少，错档诶，错档厉害。是，错档无总去倒位啦吼。无，拢伫南部。去南部总就对啊啦，南部搁较好总哦。是，欢迎你哦，跟上来去。在中部的烟斗关系，颜关系，颜档的你好，颜档的水哦。哦，今日来吼，拢是党的啦吼，啊嘛是拢足够壮的啦。啊，不过我唔知阮老师也要壮啊，不要壮。哎呦，今日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恋爱足浪漫，王党一点赞。厉害！阮老师的意思来讲吼，这边，吼嘛常啊来去做一个单一场，迄落完美的恋爱啦。吼，这边嘛要加油一下哦。我看恁拢点啊吼，就想要甲恁问者，恁真正有影相信，阮真正有100万。一开始有讲啊。伊讲这拄则是客真的啦。哦，啊，是知爱看内底啦。规矩的。是，好，不过吼，咱嘛是有规矩，毋是讲今日就通摕100万。看到就使摕无。嘿，来，咱规矩讲。咱这季吼，就是要来隆重比赛3摆，有初赛、复赛、甲决赛。嘿，你3关拢过，就会使100万，互恁砸转去。嘿，真的。不过看起来敢无人会信的感觉。互看卖。不要紧，咱先看者，偏芳一下哈，来。哦哟！哇！今天哇！各位党诶，会使啦，各位党诶，真正有影有
100万哦。先想看要安怎开好啊？厉害有想法就对啊啦。嘿啦好，来，咱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顶一边。好，来这回合美秀有一个答案。阿雄，我特别嘛有一个答案。是，好来，咱分数甲先讲一下。是，你只要选到正确的答案，是一个答案价值1000块，哦所以上济会使摕到6000块，加油！好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吐司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吐司哦，美秀这边是白胖。哎呦，因为你甲看咱的吐司内面中是不是拢白白甲白梅共款食起来，白泡啊白泡无什么味，你知无？对。是，所以讲我感觉是白胖。哦，嗯，阿雄我认为的是俗胖，哦，因为伊就是所有胖店内底上俗的。好无，若无钱的时买一条食一礼拜，无包安的啦。系无包无包的的，系啊，所以感觉我认为即嘛嘛无是俗胖。像呢。有影，即嘛哦，贵贵。好，美秀答案是白胖。阿雄咱毋是俗胖，来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点一边。哎，巧哦，听哦。到哦，关系1000块哦。阮这边有加至少有好啊1000块，嘿，至少有1000块。至少红叶不贵啦。对。好，来，我来问者英红，你选的是俗胖，因为白胖我感觉较无印象，啊，小胖我感觉因为这种物件伊是算讲较粗食的，是较俗，啊，迄较早人要减肥也是无钱，像讲要做音乐的人，嘿，毋是食泡面就是食这种胖，是，不过我唔相信你谁来选我。因为安尼至少有1000块。哎，哦，至少有1分啦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再五十是，来，咱问这边未趁钱的哦，都钱袂咱钱。讲趁钱的，是来问咱那个王党的好啦王党，嘿，王党的你选的是俗胖，因为这小胖有听过嘛，对吧？对，小胖有听过，细汉就拢听小胖啊，细汉有听过白胖，是。是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俗胖。嘿嘿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嘛是有分数哦，来。是的，恭喜得到1000哦。嘿，红叶拢分开啊，哈！好来，咱这边咧，得到2000哦。嘿，恭喜红党的哦！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咱平常时拢定定咧食吼是，啊，伫迄个日语来，伊是叫做俗骨胖。所以就是找迄个音叫做俗胖，另外就是因为伊真正甲普通迄有包鸭的来讲有较俗，所以咱嘛甲叫俗胖。好，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俗胖。就敢若对去用骗钱啊！对，无要紧，不要紧，红叶水嘛是对的啦正确的啦嘿好来，咱请促销，后一题啊哦，足冷静的吼，这组，这边足冷静的。嘿，好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直筒板是拔输赢用的方式，请问直筒板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好，直筒板哦，我的答案是练。练，咱是毋是若要迄落啊？直筒板是毋是拢会练？转嘿对。嘿，蹬，卡着。哦。你若是讲啊，我要选人头，嗯是毋是会笑？哦。嘿，我的答案是练甲笑，哦，所以这名就三个动作拢有啊。是练甲卡笑。嘿，哦，啊，我这是吼，你想嘛，铜板叫做银角啊，哦，对不？咱就生活咧讲的银角啊，所以你咧踩铜板就是用练的练银啊，银角摕落去转安尼。人家练人家的意思就对嘿，啊。练银啊，哦，练人呐。对，就是这个动作。哦，嗯，是我的练甲笑。也是我的练银啊咧。好来，咱两队，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点一点。嘿，到底是
练卡笑，还是练囡仔咧？来哟！哦，我来问一个哦，哈，是，来，英雄哥哥，声音甲这动作，嘿，靠成一件代志。是，这是一个真趣味的。跋杯嘛是会讲笑杯，诶，笑这个形安尼。囡仔敢若较无听过。是，恁即届红白的对无？无，因为伊敢若即届想要钓2000块。原来是安尼已哦。经输一进去啊啦。好，请好。啊，那咱这边看起来较像，看起来较像啊，看开始，看较像这个正确答案啊。因为伊有动作嘛，较趣味的动作。啊，还有两面嘛哈。哎对，是感觉靠感觉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练卡笑。袂歹，互因调分就好啊。来，是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得了2000，嘿，啊，那咱红档的咧。嘛得了2000哦。嘿，厉害厉好来，害。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大家拢有够赞的，拢解说甲差不多啊哈。啊，毋过就是咱一般来讲，这吸的哪像吸什么物件咧吸咧，吼啊笑伫咱的生活当中就是褪开的意思，所以有笑杯，然后有迄个你若困仰睡，咱就是叫做贪笑，吼啊困若侧睡就是贪起，啊你若困迄个趴睡就是叫做贪拍，吼还是这个所在就是笑是开开的意思，所以咱练吸笑就是有正。啊，有迄个负，啊有阴有阳安尼，嘿，哦，好，多谢。来，老师上尾一题啊，咱请出题。好，乐器仔话内底，变数内底弹吉他，是咧讲一个人安怎？美秀这边是操弹，啥人会伫变数内面弹吉他咧？嘿，迄绝对是操弹的嘛！遐尔啊吵的所在，环境遐尔啊无好，哪会可能伫变数内面弹吉他咧？所以我的答案是操弹。哦，阿雄，我的答案是臭名声，因为你若咧变数听到有人咧弹吉他，你一定会想讲这是什么人咧弹。我大家会想啊，啊，就会去问迄个人的名，啊，但是都是臭的嘛，所以名声加迄个臭，就是臭名声。哦，你的名声拢臭去啊！不过我感觉是操弹。我感觉是臭名声。好来，两队，咱请选点。上课的时阵有学到有学到。上课学这句，你是什么课？台语课。哦，给起来话啦，是应该是给起来话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是是诶，这边。大咧有声臭大。真趣味，你拢已经知影。是啊，好来，咱看者哦，是操蛋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变数内底弹吉他是讲一个人臭名声，还是臭单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如果我感觉是操蛋，我感觉是臭名声。好来，两队，咱请选点。必须阿雄，演一遍。到底是操蛋还是臭名声咧？好，哎呦，哦，有想法。好来，咱问这。因为上课的时阵有学到有学到。上课学这句，你是什么课？台语课。哦，台语哦，给起来话啦，是应该是给起来话。厉害厉害厉害！是是诶，这边臭大。操蛋操蛋。大咧有声臭大。哦，臭大。诶，袂歹哦，是臭大。真趣味，你拢已经知影。是啊，对啊。好，来，咱看者哦，是操蛋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臭蛋。来，分数先。是这边嘛掉2000，嘿，啊，咱往家咧。嘛搁加2000。哦。好，因为这个迄个炮弹的弹吼，伊有足侪台语音吼，譬如讲弹，咱会当迄个弹奏吼，啊，搁有弹，就是迄个弹物件，啊，毋过伫臭弹即个就伊家话一直喷出去安尼吼，然后搁有弹，啊，搁有食肉食三餐，看戏看烂弹，哦烂弹拢有人讲，啊，所以即个部分咱是弹。
啊，因为变数即摆变数较芳5000级的，以前拢草，吼，所以咱是用草，啊，你搁伫遐弹即个迄个吉他，啊，毋过因为迄个音小可就是配合即个趣味尔，咱会讲草弹，袂讲草弹，这爱小可注意的所在。好，所以答案是草弹。哎，来，今嘛来看分数，来阮单这边咧，即马有5000，嘿，啊，然后红咧。有6000啦，厉害哦！好，来继续拼落去哦，今日第2回合正港铁道人。正港铁道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是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？嘿，咱今仔日吼，这个单元就是用镜头带恁来去看，有可能是台湾，有可能是外岛，有可能是外国。是，啊，若看到了，你也知影讲，哦，这是搭一个城市，还是说你有一个景点的，互恁看到，咱就紧日甲追落去。追落是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有4题，1题3000，所以上侪赚12000块，加油哦！是120哦。哦。12000好，来，来，来去佚佗哦。是。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哈，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是一个城市，请恁帮阮讲出来这个城市，什么名？2个字尔尔哦。 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来哦，知影有今日追落去哦。看到这个台应该知啊吧？嘿，来。嘿。我嘛唔知啦，我先个地落，先个地落。哦，先个水落，嘿。这真明显啦吧？这明显的啊。哦，东京。东京。好，来，老师东京对唔对？正确。嘿。来，咱先甲影片看了，嘿，再分数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来，咱先看落去。这个铁塔真有名。敢是红色的？红色的。红色的。跟咱较早唔是哦。哦，较早唔是吗？可能有点差价哦。哦，真正哦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是终于得了3000咯。咱来听老师解释到底是安来变色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东京是日本的首都，吼，所以自迄个1603年德川家康的时，因就开始用啊。啊，这个铁塔是安那遮有名？咱一般拢感觉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嘛，吼。啊，毋过其实这个伫1958年的时，伊就是悬333公尺，所以比迄个法国的较悬，这就是伊特别的所在。红灯可能还好，这个会烧无吼。好，来来，这个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哇吼，啊，伊是要这影片是要带咱去看这个国家的首都，叫什么名咧？是首都3个字哦。 2个人拢要唔对？啊，这题阮3000就算起啊。嘿啊，是，好，首都3个字哦。嗯。好，来，咱先请看。哦，我知啊。哦。好，来，金档的。唔对，卖怪我，维也纳。啊，台语，还是英语？英语啊？那。维也纳。哎呦，哎，听起来不好听，维也纳。对啊。是，你确定哦？我无确定，但是我。不要紧，你念一解给老师听。来，老师伊的答案是。维也纳。维也纳，对唔对3字对2字哦，感觉足厉害的。哦，你对啦，你对。这绝对引导老师再看到。嘿嘿，来分数先。终于得了3000咯，袂歹哦。不要紧，咱继续甲欣赏落去哦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。哦，古迹拢是古迹。哦，那就水啊呢。哎呦，真水！好，我知影100万要开啊。哦，知影啦，安怎开？我来退掉，我4个就去遐算。哦哟，水贵！对啦，有够朋友，袂歹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个伊的发音应该是伊亚纳。
伊啊啊，因为迄个纳就是纳税的纳，纳钱的纳。嘿啊，因为一般咱即个台语翻译的名，咱嘛是爱小可有即个传统的翻译方法。譬如讲拄则的二地利，咱感觉是3字，毋过台语咱讲起来爱变做二地利亚，二地利亚对啊，所以即个伊亚纳，咱一般是安尼翻译。啊，伊是一个音乐之都，大家拢知影吼，遐可能较山顶吼，因为伊的名。来源是高山顶的艺术，所以因遐可能唱歌迄款发音嘛是啥较好势吼。搁来是伊的建筑啊，搁雕刻吼，足艺术的，所以伊嘛是艺术之都。刷了又出一个足有名的心理学家，就是咱的弗洛伊德。好，就是弗洛伊德 （Freud），所以伊嘛是叫做梦之都，因为伊是梦的解释嘛。好，所以咱这个伊亚纳是一个足好耍的所在，100万绝对爱甲开了。有影。好，多谢就等恁摕100万哦。加油哦！好，不要紧，咱这边搁标了，差这1000了。是好，今日来换人。是，即马第3位啊哦。错档的。差1分哦。差一下呢吼。嘿，1000块尔呢。加油呢吼。是啊，你会紧张无？会紧张，是安怎紧张？因为我惊我唔知安怎讲。哦，应该是袂啦。对啦。是，你嘛不要讲，你就讲英文不要紧。嘿啊，不要紧，好，不要紧，老师讲会当。阮老师讲会当。好，来，上个咱嘉宾倒去倒。是，咱刷这个影片呢，伊这个城市伫咧迄个巴塞隆纳。哦。啊，但是你敢知影，这个城市巴塞隆纳伊是伫咧什么国家咧？3个字。3个字的国家哦，吼，巴塞隆纳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哦，国旗有国旗啦，莫怪哦。哦。西班牙。英文呢？跟我在讲英文。英文。Spain。好，来，老师 Spain 对不对？变英语也使。哦。来，阮首先。恭喜到这个3000咯。那咱先看，把影片看完，吼，来看影片。有国旗啦，吼，无怪遮厉害，一看就知影。哇，伊这城市哪遮水哦！哇，哦，真水吼。系啊，哦，这有名的，起几百年啊，过200年。是，哦，真厉害，真正真厉害。好。来，这边嘛是爱听老师来解释，吼，来，老师，好，这是西班牙的巴尼色罗雷，吼，所以爱看伊英语名来做台语的翻译，巴尼色罗雷加一字哦。哦，巴塞隆巴黎新。啊，伊伫即大家伊已经有2000几年以前迄款都市的历史啊，所以。自罗马时代就开始建城，啊，咱上有名的是最后迄幕迄个建筑，伊拢还袂起好诶，不过伊已经是世界遗产的即个建筑物啦。好，所以咱其实每一个人对即个世界的贡献，拢有可能加做一个历史的基地安尼。嘿，好，多谢，所以是西班牙 Spain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感谢老师。哇，这届换因通啊去西班牙。西班牙，那就100万就去西班牙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有一地摊边，有一个人哦。好，来，咱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位咱今日去倒去倒。是，刷了这影片较特别哦，伊内底介绍一个水墙瀑布啦。瀑布吼，啊，这个瀑布吼，伊会下过2个国家，啊，你要看嘛是倒2个国家，一个吼是2个字，一个是3个字。哦，那有去佚佗过应该拢知影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先请看。你去遐强的水，更较水。无啊，是无啊。
嘿那，遮紧啊，水的风景就敢若一时啊囝尔。目一年就过啊。好，来看大家拢看迄落啊吼，足水的，真水。两个，咱互伊摕，好不好？咱来摕。一个是，即马足有名的国家，世界上强的国家啊。哎，哦啊，来啊，一个就是咧伊楼顶的国家啊。哎，对。来，感觉对咱来看者上强的国家，嘿，美国、美国，啊，因楼顶迄个国家。加拿大。哦，老师，美国甲加拿大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水啊！好，这个水墙叫做尼加拉大水墙，是下过伫个美国甲加拿大的交界。啊，因为一般有当时人嘛会甲迄个加拿大甲念做拿英语共款这个加拿大，所以就是互伊对安尼，就是伫个国界遐有五大湖迄个所在。哦，厉害！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分数，好。看阮单这边。即马有11000，嘛是正好。啊，来咱黄的咧，有12000。好，今日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问好哦，8提示哦，是上的。哦，这8个提示是提神、神、七啊、王地带、乌龙、彩虹旗、篮球、滴滴龙。啊，中啊一个问号嘛，哈。是问啥话？问号就代表伊内底奖金上济15000，上少1000，爱好好选哦。哦，咱若15000他去，咱就偌济。哦，2万六啊。嘿，2万6啊。是，啊有一个迄落啊，有一条救命的时阵，你若唔知影的时阵，通啊问你的队员，吼，通啊支援，嘿，通啊参详。是，啊那咱这个规矩就是讲分数较少的，咱来先来。所以讲是，嘿，英皇下就1000，咱先选。好，安尼我选滴滴龙。滴滴龙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滴滴龙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！来，落去1万哦。好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骑乌多摆伫咧台北吼，滴滴龙拢唔止安全无啊，若去用开红单会罚偌济钱？哦呦，你这紧哦？系500。有方法过哦？你用法过哦？我无去用罚过，但是这条罚款，你知影？对阮这样一段头2000几年迄阵改。哦，所以讲我头国中的时阵。是，所以你会记咧头壳内底。我会记你较早细汉时拢无咧滴啊。哦，是，好来正漂配，咱来看者，500对唔对？对啦。嘿，正确。来分数加起，恭喜得了1万咯！好，就是爱注意安全啊！这条款我捌互发过。哦，我当时甲囡仔囥头前嘛袂使。是。嘿，啊，就是讲罚500，啊，毋过有的人足趣味的，就真正唱500的歌互警察听。所以当然咱是罚钱啊，嘿，啊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无唔对，徛倒来就是爱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换咱王大嘅哦，要选多一个。有啥物想法无？您感觉？看你安那想就安那做啦。哦。拢大汉啊，家己遐迄落是我。跟你做人大正啊啦吼。个念一个。乌龙。乌龙嘿。乌龙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乌龙嘅奖金有偌济？3万。正哦，金章会讲了对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伫咧讲乌龙蛇道，乌龙啊吼，唔是咧讲茶啦，伊是讲糖拖，还是讲酒干啊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花枝丸。哦，班哥，乌龙蛇的啥意思去啊？就甲你蛇者，画虎烂啊，画虎烂，会好烂。糖拖啊，感觉是有生命的物件。是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糖拖对唔对？这题5万块，乌龙啊是讲汤拖，还是酒干啊咧？
请问有一句话伫咧讲乌龙茶道，乌龙啊吼，唔是咧讲茶啦，伊是讲糖拖，还是讲酒干啊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乌龙是虾米咧？糖拖，这15000吼，你会使甲你迄个头前迄个是啥？糖拖，虫类啦。哦，哦，来，你要甲因讨论还是家己要回答？会当讨哦，会当 QQ 15000啊。系啊。好啊。画鸡丸。哦，班哥，神拜。特恩姐，特恩姐，讨论是15000会记哩哦。我感觉毋是酒干啊呢。嗯，你无听过？糖拖就是昆虫啦。糖拖，你乌龙茶的啥意思去啊？就甲你烧者，画虎烂啊，画虎烂，画虎烂。所以你感觉咧是啥物？10秒差不多啊。来哦，好了，第一个，糖拖啊，糖拖啊。感觉是有生命的物件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糖拖对唔对？拜托你，8万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15000咯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是爱念做糖拖，第一音啊，这个糖拖伊是蟋蟀来的一种，啊，以前有人咧搭蟋蟀啊嘛，啊，这个乌龙伊就是拢会安尼伫咧桌顶啊，一直说一直说，啊，伊是咧形容一个人，就是讲你甲伊讲东，啊，伊就甲你讲西，啊是伫遐下摕家己的责任，啊，讲迄543伫遐乌龙茶道，无人知影伊咧讲啥，嘿，啊，伊甲这个乌龙茶也是乌龙。迄拢完全无关系，伊是一种糖拖。啊，毋过咱有当时啊，伫咧酒干呐，有放伫咧桌顶，因就是安尼顿洗了后伫遐洗嘛。啊，毋过是咧看讲刷了啥要啉，哦，所以迄个是食酒的，啊，甲这糖是无共的。是。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安尼大家拢了解啊，哈。好，来，搁杀落去咧，银行，多一个咧，银啊，行。够12000的哦。够12000的哦。诶，两队拢真熬的，15000拢摕去熬。关的拢真摕去。来，选一个7啊，7啊。7啊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下7啊，奖金有偌济？哦，7000厉害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两部7啊，这个词吼是讲一个人真有本事，还是讲真花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唔知呢。两部7啊，这你冇听过？ 7啊。两部7啊，我唔知呢。你觉得？所以你要叫人晓？7万敢若无啥好呢？无啥好，全部卖头。好了，卖头。会拿7万一遍。老师也才7万哦。老师两部。你冇听过人讲哦。老师你两部7啊，安尼在。嘿，安尼敢若是真有老师真正有两部7啊。安尼敢若是真有本事哦。确定哦。确定哦。好啦。好来，真有本事对唔对？来，奖金，恭喜你了7000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这个爱念做2部7啦，全部拢轻声，嘿，啊，毋过平常时因为足侪人讲话，咱语言会一直变，所以嘛是真正有人讲2部7啦，啊，毋过总是爱念这个轻声就对啦，哈。啊，过来是迄个。是真有本事的意思，别人较1部尔，毋过你有2部，吼，啊，搁有就是迄个7，就是讲，可能你会当转弯，吼，咱白菜7啊啦，还是啥物7啊，所以这个7会当，你想出来的办法会当有转弯，搁不只要有2部7啊，安尼，嘿，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听到不哩有道理哦。好，来，看你有2部7啊。红灯。那我选这个王定错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王地错的奖金有偌济？那拢真厉害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以前叫做三地厝咧？伊是咧明朝的郑成功期迄个时间吼，有王。地带3个家族啊所开垦的所在，伊咧是咧高雄的三民，还是新北的三甲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历史的咧，哦哟，高雄人咧，高雄人咧，高雄人。高雄人，捌听过？
但是我是感觉是新北市的三甲了，三甲。嗯哦，马紧确定就好。是，伊的感情就确定诶。确定哦。好来，新北三甲对唔对？咱新北三甲迄是地形的关系，是，吼。啊，毋过甲这姓三个姓王丁带住伫个咱高雄市三明区，伊遐有一个旧地名叫做三地厝溪，所以才会叫做三地厝。啊，咱就是高雄，差不多伫迄个2号运河迄搭遐。所以咱的答案是咱高雄三明区的这个所在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你可能因为囡仔无听过啦，对，较唔知影高雄迄个地形的，那什么省伫倒位。好，不要紧，即嘛27000，差这1000啦。好，来，英雄。安尼我来，哦，这剩4个，即摆上悬的剩偌济？哎，12还未出来啊？ 12还未出来12还未出来哦。 12敢出来啊？还未吧？安尼就爱，无咱来问神一下。问神吼，好来，咱来看下神的奖金有偌济？啊，1000。哎，你那咧就无尊重咱的神。没，你即马就是赢1000今天要甲你讲代志赢啦，嘿，问这输赢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北行天宫主神是拜文殊公，还是什么神明呢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哎，关圣帝君啊！哦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来，关圣帝君对唔对？这简单啦，恭喜你了1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因为行天宫遮其实咱一般会称呼关圣帝君，也是关公，也是文殊公，嘿，甚至有一个文殊公庙，所以因足灵性的吼，啊嘛足方便，佫会当你拿迄个去收惊一个拢袂歹，嘿，所以咱是迄个关公。关公，好，多谢，谢谢老师。高兴的。来，换你啊！换你，王当。啊不，提神，提神哈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提神的奖金有偌济？哎，袂歹哦，他其实佫抢去啊！他其实你都赢伊啊！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提神饮料吼是做工忝的时阵的好帮手，啊伊倒一款饮料其实是药品，伊爱伫咧药局才买得到咧，是蛮牛还是威士忌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这恁错档来跟他讲。哎，来，应该是阿碧啊。阿碧啊，吼，是确定哦。药局，好来，威士忌对唔对？恭喜错档的，错档的平常时间我咧啉恭喜你了5000咯！你讲这5000要摕去阿碧啊？好来，老师咱解释。好，咱一般就是规定讲，你迄个酒精的浓度是伫个0.05趴，就是5%，吼，较会使安尼。哎，唔对咧，是5%。因为我读无在受理的物件，甲这语言的物件0.05趴，啊，所以你爱去药局买，啊，因为拄好这两个拢是阿比啊，所以威士忌甲保利达比，咱即摆拢爱去药局买较会使。啊，平常时讲过迄，你忝啊是无？迄个蛮牛个combat，迄款拢是保健英雄所在就当买着，嘛毋是保健咯，你嘛无还有做能量饮料啦，嘿，困老爸比这较好啦，安全第一，嘿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来出2题哦，3000甲12000哦。是，来英雄。来，彩虹旗啦。彩虹旗，好，来咱来看者，彩虹旗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无要错。12000差距的偌济。好，来个处理一下。来，一定要约着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帮忙一下哦。请问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所在，啊，用来代表同志运动的彩虹旗顶面有几种色呢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，你通啊支援。喂。支援。
啊，星期了，星期了，来， LBGT 几色？ Q LBGT 六个，六个哦，六个哦， 556，确定？确定哈？哪个哦？六个啦，应该666，一定是六个就对了，六个红绿蓝靛，哎，不是诶，六个，哦，迄敢若无共款，无共款，确定哈？ 6个吼，六个， 5个20来，来来，六个，好来，哪个对唔对？来，分数我加入去。有一定的蛮力哦。呀，哦，好，这个6种色吼，咱一般拢叫感觉是7种色，啊，其实是6种。伫个1979年，就是用这个6条色的版本，啊，伊代表的就是讲咱这个 LGBT，就是包括男性、女性，啊，双性，佮有跨性别，因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嘛，吼，啊，所以伊这6种色，第一个是红色，代表伊这个生命，也是讲因。家己做因家己爱做的代志，然后柑仔色是代表即个健康，所以虽然是即个同性，也是无共性别，毋过因是要走向一个健康，啊是有力量的。再来是黄色，黄色伊代表是一种日头光，所以是充满希望，每一个人拢是会当受到平等的光照安尼吼。再来草仔色就是自然，去尊重每一个人伊自然的认同。刷了是蓝色，蓝色一般是代表海洋，也是讲伊的自由的感觉，所以因感觉是一种天顶也是海洋迄款宁静的感觉，平静的感觉，是因自由的选择。最后是迄个橘仔色。橘仔色就是紫色，伊代表的是一种较强的力量，所以伊是因的精神的展示是足强的，而且伊是代表一种艺术的呈现。所以这6种色应该是咱对这个性别平等，咱爱去尊重，哈。所以爱想好哦，是6种色，不是轻的色哦。好，虽然伊叫做彩虹旗，叫做轻旗，不过其实干那6种色尔。好，多谢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有6种哦，吼，爱甲阮尊重哦。是好来，上尾也都王党的哦。来，咱来看，篮球的奖金有偌济？好，唔要紧，是咱爱运动家的精神哦。哎，比较完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篮球比赛的时阵，比数若是6-0，就会讲剃光头；啊，台语会讲肉包，还是灌清汤呢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华语有做剃光头啊？嘿啊。你选一个。志愿者。哇，我来一啦，我无指完啊。哎，你来选一个。来。应该是这个清汤。清汤哦。灌清汤。肉包是讲完全的。哦，连迄个口啊拢无卡掉。是。对。好。灌清汤哦。来，咱来看一下灌清汤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加落去。今日得了3清咯，袂歹袂歹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因这拢自细汉就咧拍篮球啊，吼，所以咱就是刀拿刀无着，就是无伫咧迄个拿内底，就是肉包。肉包。啊，另外我是家己拢高雄拢较惯势讲剃光头啦，吼，啊，这个清汤可能有别个所在的讲法，吼啊，落去药嘛知影剃光头甲清汤拢无的感觉较有像，好，是，好，多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麦上重要的，今日看分数啊，好，看阮大。今嘛有41000。耶！啊那王啦，袂歹哦，嘛有35000啦。好，今日咧7秒8000支。嘿，7秒8000支。大家动脑筋。是即嘛奖金偌济？哦，即嘛奖金有41000哦。41000。哦，就是剩41秒哦。41秒，嘿。哦，41秒敢有够？无要紧啦，本制作单位足有量的，搁送恁30秒啦。哦，30秒敢袂错。41咯，7班呢。嘿，来，咱这个回合就敢若有3题尔。等下咱看提示啦是什么话，知影答案就紧个甲写落去。对。好，无就一直讲安尼。好，来。
第一题是伊是细汉的时，细汉的时，定定的巷仔口，伊是一个所在，一个所在，妈妈拢讲妈妈摕10块，厉害哦！阿姊即马够61秒，两个字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好来，稍微去第二题，几个字？拼奖金咯，因会当摕走偌济咧？等你那泡提示啦，是什么话？知影答唔就紧日甲试落去。好，好来3题哦。三题第一题几个字？ 3个字哦。 3个字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题是伊是细汉的时，细汉的时，定定的巷仔口，伊是一个所在，一个所在，妈妈拢讲妈妈摕10块，是毋是干妈店？哦，厉害哦！甲妈妈摕10块，你动脑筋。啊，去咧红色的大地公有无？对。啊，内底拢用柑仔咧缀物件。是，刷落去哦。先看卖，阿姊即马够61秒，两个字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好来，稍微去第二题，几个字？第二题2个字， 2个字哦，61秒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头一个题是外形亲像竹啊，哦，外形什么物件咧？竹第二个伊是用来分物件、分食的物件，伊是一种农作物哦。搁来伊会使做糖哦，做糖哦什么农作物要做？台语，安怎讲？甘蔗。哦，明白外形生就跟他爹啊嘛。嘿，啊，而且伊做糖以外，佫会使无双头甜啦，是，有一头较甜，一头较无甜。无唔对，啊，佫会无唔对使，至少化糖，有无？甘蔗用烧的，是，食烧的甘哦，蔗。迄牙齿啊拢会卖。对，是，即马佫有46秒哦。 46秒哦，加油！真厉害哦。好来，第3题哦，是第三题上尾一题。来，咱请开始。第3题有3个字哦，第一题是伊是 hip hop 的文化，哦，翕下未哦？这文化内底吼，伊会，互你安尼洗头。蛇头。哦哟，搁来伊是芭蕾奥运有哦，爱讲，搁来。这才讲英文。嘿，英文袂使，爱讲台语，搁来伊是孙正。是啥？伊是什么物件？霹雳舞。 breaking， 台语，紧嘞。霹雳哦。霹雳舞。啊，这个。这会使一只安尼翻霹雳舞。因为迄电视台叫什么？布袋戏的電視台啊。霹雳啊！金光戲啊。霹雳，伊是霹雳電視台。哦，所以用這樣是。哦，來，咱即馬看秒數剩偌濟？伊即馬夠23秒嘛，袂歹哦。所以就是有23000塊啦。好，咱即馬今日去頒獎。來，恭喜恭喜！23000塊啦！23000塊，來，我頒獎得金牌。好，來等下。嘿，恁即馬唔是來宣傳的嗎？談一場完美戀愛。哦。彈一場完美的戀愛啦。啊，當時播出。逐每一個禮拜會下面8點。哦，是，唔通摕到錢，我袂記你來宣傳。你工作嘛是愛做啦。上重要是宣傳啦，是。啊，那咱王党的這邊哦，其實我感覺唔通延期呢，咱過來。嘛要宣傳啦，係啊。宣傳者。叫做赤甲規身軀。赤甲規身軀哦。赤甲規身軀。是，那知影吼，嘛甲阮迄落啊，錯檔的吼，甲支持者哦。赤甲規身軀。嘿，赤甲規身軀哦。好，今日來謝謝咱的顧問老師。感謝王旭榮王老師辛苦啊！多謝。再見，有地位。講台語鐵百萬。好，你大家攏歡喜。再會。謝謝。感謝王黨誒。謝謝。有人再過來。謝謝。感謝金黨誒。謝謝。哦，手都冰的。感謝錯黨。感謝藍黨。謝謝。謝謝。哎，金獎過來，恭喜呢！恭喜！後回再過來，恭喜哦！這個時間，這個時間。